近日，一则违规操作升降机造成惨祸的视频在网上流传。视频中，一名男子在用斜便式升降机把一堆板块装上车厢后，背朝身后拉着升降机离开时，升降机遇阻突然倾斜，直接向男子砸去。男子曾试图推开，但并没有成功，最终升降机重重地压在男子身上。